有一位博物館的志工，長期以來伫收藏玉仔，伊收藏30年，300多件玉仔攏捐予台博館，加做公共資產。官方也特別舉辦特展，希望民眾來遮欣賞玉仔的工藝之外，也會當了解到玉仔的歷史，也閣較濟科學知識。這個是蝙蝠，然後喜字的搭配就是一個喜上加喜哈，天鵝穿蓮啊，就是天作之合哈，所以這個都是跟這個婚姻美滿的這個寓意相關的哈。學者詳細解說玉仔的圖樣所代表的意義，比如若看到蝴蝶，就代表雙雙對對；若有果子，就是子孫滿堂的意義。玉仔佇咧東方文化內底，唔但裝飾的作用，也有對生活期待甲祝福。設備台灣博物館開辦玉仔特展，所展覽的玉仔是舊年來的博物館做志工的謝佩蓮女士的收藏品。因為我收藏的時候，我不是管年代的，不是管它值不值錢 ，OK， 我是看它的含義。當你看到那個小小的玉的時候，你會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在你腦子裡頭。它給了你一個社會的背景，給了你一個文化的延伸。謝女士委託學者經過一冬的研究甲資料整理，甲伊收藏30年302件玉仔捐予台博館。官方表示，這屆的玉仔特展也有一部分是謝女士個人的設計。特展除了會當讓民眾了解玉器的文化意義，嘛通看到全球玉礦的特色。這些物件其實不是一個單一的物件，你會看到非常多很漂亮的組合。這些玉器、這些收藏呢，台博館在這一批之後，應該也有機會變成台灣最重要 No.1 的這個玉器收藏的這個博物館。台博館表示，這屆展覽對7月初8開始到明年1月，總共會展出62件玉器。博物館希望民眾除了欣賞玉仔的美學工藝，也會當愈了解礦物學的知識。記者郭耀基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